基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仲庆表示，为了提供妇女较严密、较完善的就医环境，特别设立一站式的跨团队诊疗服务，成立乳房医学中心，并且在5号正式来揭牌启用。我们今天奇美医学中心开幕了乳房医学中心，那这个是为让这个有乳房疾病的病友因为有些现在乳癌筛检以后得到有硬块的话，都相当的紧张，要来回奔波就医。那我们规划了一个整合的乳房医学中心，这个民众的诊疗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那在看诊的当天就可以得到很高质的超音波的检查，那当天就可以诊断出来这个是良性或者是恶性，或者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那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话，我们这里也整合肿瘤中心、细胞治疗中心、中医部，那这些相关的部门呢，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咨询，得到很妥善的治疗。奇美医院乳房医学中心呢，它的特色是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透过空间的改造，提供病人更优质化的一个就医的空间。那过去的看诊空间都是比较拥挤、比较嘈杂，那我们特别规划在第3医疗大楼的1楼呢，我们请设计师呢规划一个透过我们博物馆意象的一个设计呢，让我们这个就医空间让民众呢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在这边可以安心来就诊。那我们第2个特色就是我们结合各领域的专家，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为病人服务。那像刚刚院长提到了，我们有我们的负责这个影像诊断的放射科医师，还有负责手术的乳房外科医师，以及负责这个术后化疗、标靶、细胞治疗的血液肿科医师，同时进入在同一个地方，让病人可以不用在诊间四处奔波，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更全面性的一个医疗照护。根据基美医学中心对2016年到2020年的统计，接受乳房摄影加超音波检查，总共有93000多人次，其中确诊乳癌的有1878人，而且人数是每年增加。对此，基美乳房医学中心的主任陈明正呼吁，虽然乳癌的发生率高，但治好的几率嘛高。只要早期诊断是0到1期，5档的存活率更加高达90%以上。上午的揭牌启用，现场嘛有3位治疗成功的朋友出席，其中上高龄的已经是91岁的施奶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